弟兄姊妹平安。咁咧，撳先開咗，再撳。係啦，已經嚟到咧呢個系列嘅第4集，喺概幕裏邊睇見拯救，仲有咧期待嘅係聖誕節嘅崇拜喺絕處裏邊咧睇見，我覺得咧係相信耶穌，如果咧係俾我哋曾經都有一個好深受感動嘅一個時候，點形容嗰一刻呢？真係詞窮啦，係咪啊？即係感恩啊，定係高興呢？定係快樂，定係咩呢？我呢就會用釋放嚟形容，好似呢有一種真真實實哇釋放嘅感覺。咁啊係期待啦！呢個喺聖誕節分享嘅信息，喺絕處裏邊睇見釋放。咁啊係啦，首先今日係睇見拯救先。最近嘅呢一段時期喺傳統教會嘅年曆叫做乜嘢期呢？係啦，以前好細個聽嘅時候呢，以為係即係無端端做乜慶祝一個咩女仔嘅出現，張林琪好似聽埋一個女仔名咁樣係嘛？唔知你覺唔覺？我好出細個聽張林琪啊！我好細個嗰陣時，係啊，中學嘅時候聽教會話慶祝張林琪喎，點解呢？嚇？有啲邊個人咁緊要俾人慶祝咁緊要呢？咁啊知道啦嚇。張林琪今日咧，張林琪嘅第2個嘅主日，張林琪咧就係喺一個聖誕節期之前有4個星期嘅一個教會節期，佢係教會節期傳統教會年歷裏邊咧第一個嘅教會節期，喺一個教會裏邊嘅新年。新年唔係喺聖誕節期，而係咧開始於等候、等待、紀念、期待主耶穌要嚟到嘅一個嘅節期裏邊。張林琪有2個好根本嘅意義啦。第一個唔使問啦，因為過咗張林琪之後就係聖誕節期。有冇人知道傳統嘅聖誕節期有幾多日㗎？聖誕節係咪1日嘅呢？幾多日？有冇聽過一首歌係講聖誕節期有幾多日㗎？係嗰首歌講幾多日啊？12日，係啊！聖誕節期有12日嘅，你聽多次呢首歌，你就會知道2個意義。第一個咧就係紀念主耶穌基督第一次歷史上來臨，道成肉身嚟到呢一個嘅世界，同人去同行同在，同困苦嘅人一齊。所有紀念聖誕節點樣紀念好，點樣慶祝都好，離唔開主耶穌點樣去降生。佢就係喺貧窮受苦嘅人中間，以一個最卑微嘅樣式去降生。所以呢，任你天花龍鳳去諗點樣慶祝，任何創意都得，但係你一定我哋都離唔開，因為主耶穌係咁樣降生，我哋就應該係喺嗰種嘅諗法裏邊去慶祝。第二呢，就係仲會再嚟嘅喎，你知道嘛？今日係我哋需要係有一個期盼、期待嘅心情。等待都得啦，我成日都亦覺得咧，等待呢個字係好中性嘅，等待絕對冇錯嘅。咁但係咧，將等待加多少少 positive 嘅 meaning 咧，咁可能係可以我自己咧，可能要用期待啦、期盼啦嚟到形容嗰種心情。耶穌基督會第2次光榮嘅來臨，讓到一切喺聖經所記載嘅所有關於神嘅應許完全嘅成就，係第2次嘅來臨。所以一個張林琪係耶穌嘅來臨啦，但係有呢2重嘅意義。咁啊當然啦，我啦，唔好講我先啦。細個開始咧慶祝聖誕，年年都慶祝噶啦。由幼稚園開始咧，聖誕呢2個字後邊會加多2個字嘅。聖誕咩啊？咩啊？唔係學校會點叫聖誕？聖誕聯歡啊，我哋叫做，有冇人用呢個名嘅？由我幼稚園開始咧，嗰樣嘢叫聖誕聯歡，每1年都有嘅。係啊，我係咪喺基督教嘅學校裏邊都有嘅？基督教、天主教、無宗教乜教都有嘅，叫聖誕聯歡。聖誕聯歡最重要嘅意義咧，就係開 party 啦、食薯片啦，同埋交換禮物啦，係咪好重要㗎？呢啲聖誕節咪就係要聯歡啦，joy 啊嘛，係嘛？聯歡咁嘅意思咪就係好開心一齊去開薯片啦、飲汽水咯。你知道喺學校啲學生唔係咁容易咁樣㗎嘛嚇。咁啊，然之後就可以交換禮物咯。一定要仲要規限咩？50蚊樓。最細個20蚊以下啦，跟住50蚊以下啦，唔好買咁貴啦，之類啦。咁當然我哋應該係知道聖誕節一個更深嘅意義呢，唔係淨係咁樣嘅。不過
常常都係咁樣慶祝。我諗我哋即係直接話到今天，可能你諗起聖誕，我哋都係要咁樣慶祝，係咪？咁但係種種嘅意義呢，一定係至少喺個腦裏邊有啦。點樣實行你自己諗下啦。聖誕節係思想緊乜嘢係世界真正嘅盼望，又係應該去期待呢，我哋相信嘅神呢係要為呢個世界帶嚟點樣嘅改變，係期待改變嚟臨嘅一個嘅節日。人生呢，我相信有好多嘅處境，或者某一啲嘅處境呢，我哋好想神快啲去扭轉或者去改變。可能呢係有啲嘅長期嘅病患啦，係咪好想神喺當中去好特別嘅供應，去扭轉嗰個情況，或者又會經歷嘅反覆都未必有好轉，但係又繼續喺過程裏邊嘅情況。又或者呢，好似即係之前大埔火災咁樣嘅火災咁樣嘅災難啦，時光係冇得去倒流，好長嘅路仍要去行。可能我咧都會好想神去扭轉一啲嘢，讓啲事情去發生，扭轉一啲嘅環境，以至改變嗰種受緊苦嘅情況。呢啲可能係比較咧難想像，因為咧係冇了期嘅，冇一個準確嘅期限。可能咧係如果神唔供應，可能長期，可能係要去仍然去慢慢去漫長咁行落去。有啲事情嘅等待呢，我哋係會知道一啲嘅期限嘅嚇，雖然係難捱，但係會知道有個期限係會到嘅，好似供樓咁啦，即係會供完啫嘛，應該。總之呢，即係供緊嘅過程呢係一個艱難嘅過程，會供完啫嘛。咁你知道有個期啦。上個禮拜三之後呢，好多嘅青少年心裏邊就要多咗個期限啦，16歲樓下嗰啲，你知道嘛？上個星期三之後呢，16歲以下嘅青少年呢，澳洲成為全球第一個國家呢，係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咁所以呢，好勁啊！成日邊個話澳洲政策咩慢㗎？成日澳洲慢慢嗰啲啊，你真係應該要同政府道歉啦！全球第一個啊，而家成為全球最快嘅 model 啊！你真係唔好話澳洲慢。咁佢哋可能哇，我啲細路仔啊弊啦，佢哋等緊個期呢，哇16幾時到呢？有陣時係咁，有啲情況好想去改變。你知道有個期，但係過程呢都未必容易嚟到去捱過去，過程可能都係艱辛。我哋好期盼呢外在環境快啲有轉變，快啲扭轉。神嘅拯救就係咁樣。今日嘅分享好簡單，我哋要期待、期盼睇見嘅係神嘅拯救，而應該要分得到係期盼神嘅拯救，而唔係淨係一種嘅環境改變嘅拯救，係真真正正神嘅拯救。我哋嚟睇下啦，我哋先一齊祈禱啊！天父上帝咧，讓我哋嘅心喺你裏邊被你觸動，藉着聖經、藉着經文喺聖誕節，藉住耶穌基督嘅降生，我哋被你嘅道去提醒，期盼從神而嚟真真正正嘅拯救，而唔單止係期待、期望環境被神去改變，讓我哋嘅心被神去得着。感謝你，垂聽佢祈禱，其他台奉耶穌嘅聖名祈求，阿門。好，今日咧嘅講道咧就係以賽亞書第29章。以賽亞書係一個嘅先知書啦，好明顯。第29章咧其實係喺佢成章咧都會涵蓋嘅，因為好長啊，讀晒就好困難啦。咁所以讀咗好精彩嘅部分就係18到24節，但係咧講咧就會由第一節都講少少啦。咁你哋自己咧有聖經可以打開嚟又去望下，因為我只會將好簡略嘅經文擺喺度嘅啫。其實預言嚟嘅，成篇係一開頭係一個預言嚟嘅。預言乜嘢呢？係一個以賽亞係一個希西家王，南國猶大希西家王時期嘅先知。佢預言嗰件事呢，係希西家王佢會面對亞述攻打耶路撒冷。亞述係一個外族啦，外邦外國國家啦，佢會攻打耶路撒冷啦。呢一件嘅事情。呢件事情呢，就喺一開頭嚟到去預言嘅，而應驗嗰個地方呢，又係3個地方都有。你知道呢件事幾咁緊要嘛？喺以賽亞書裏邊呢，稍後嘅地方36到37章呢，係講緊呢一件事真正咁發生。同樣嘅呢，亦都係記載喺列王記下18到19章，又記載喺歷代志下32章。一件嘅事件呢，3個地方都有。咁係啦，
查經你就好好查啦，因為呢同一件事你想知道，你至少可以睇晒3個地方嘅經文究竟點樣講呢一件事。可能你一開頭未必明嘅，因為佢用咗個名叫亞利伊勒。我哋好唔熟悉啊，因為的而且確咧冇其他地方係咁樣去講嘅。其實亞利伊勒即係耶路撒冷，等於你當等於啦嚇，唔解釋佢嘅好詳細咁解釋啦。但係亞利伊勒係即係耶路撒冷，不過用呢個名都真係淨係呢一度嘅啫。亞利伊勒嘅亞利伊勒，大衛安營嘅城，就預言咗咧，佢會被四圍安營去攻擊、去圍困、捉虜、攻打嘅呢一個嘅地方。而之後亦都有預言，哇！但係攻打你嗰啲人，嗰啲仇敵嘅群眾，佢啲細塵好似飛糠，哇！佢哋應該係大軍，好勁嘅一個大軍，但係咧，再有個省略號㗎，所以唔係黐埋㗎，因為我淨係將幾節濃縮咗，你睇翻你就知嘅，中間仲有啲嘢散開晒，佢哋好似嗰啲塵咁樣，佢哋好似嗰啲係麵包碎咁樣，飛到周圍都係。那時攻擊亞利伊勒列國嘅群眾，就是一切攻擊亞利伊勒和他的保障，並使他困難的。哇！呢個勁啊！呢4個字，必如夢境，發夢咁樣，如夜間的異象。佢哋攻擊你嗰班人飛散嘅時候，佢哋就係必如夢境咁樣。呢件事又係點樣去成就呢？咁啊要唔睇咁多？唔睇嘅另外列王嘅歷代志啦，我淨係睇翻以賽亞書37章36節，佢有呢一句啦：耶和華的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了185000人。幾時殺㗎？有話俾你聽，因為咧清早有人起嚟一看啊，即係夜晚都冇人知啊。清早起嚟一看，都是死屍了。好清楚嘅記載。咁當然啦，如果淨係睇29章，其實你未必知道係預言緊嘅一件乜嘢嘅事情。不過睇埋36章啦，睇埋好多，可能你有睇過啲釋經書或者釋經嘅呢啲聖經學者啦，佢哋咧就會好準確咁樣去判別29章係預言緊亞述攻打耶路撒冷。然之後咧，一夜之間185000嘅大軍就喺夜裏邊死咗。先知記載耶和華殺了，有啲係研究就各樣嘅猜測，唔知咩暈車浪啊、病啊、瘟疫啊乜都好，先知好明確記載係耶和華嘅心意。夜裏邊佢哋都唔知，必如夢境嘅時候一樣係咁樣，件事就成就咗。神蹟以賽亞嘅預言就成就咗。185000咧真係滅國嘅軍隊嚟㗎啦。滅國嘅軍隊嘅數量，你睇到咧係3個應驗嘅經文咧，都係好長嘅。希西家咧係又求啦，然之後揾以賽亞啦，然之後咧係喺當中係即係一路好擔心啦，啲民眾又好擔心啦，全部人咧都係大軍壓境啦，末日一般嘅情況啦。但係件事就喺夜間，耶和華出手就成了，一刻就扭轉咗嘅一個事情。好清楚應該睇到啊！嗰種啲人睇為絕境，至少佢哋睇為一個好絕境、絕處啊，冇得再住啦，死梗啦嘅情況，喺神嘅手裏邊，嗰種時機出現係神嘅手嘅時候呢，對神嚟講呢件係咪好困難嘅事情啊？對神嚟講呢件係好容易嘅事情，就係咁樣就成就咗。扭轉晒所有人覺得必然係絕境嘅事情。以賽亞書再去講佢應驗嘅時候咧，無意話俾我哋聽，哇！神真係有咁樣嘅能力㗎，佢竟然可以做得到咁犀利嘅嘢㗎，我哋真係唔知啊！以賽亞好確信神嘅應許會成就，神嘅大能，呢一切人嘅事情喺佢看來都係容易嘅事情。今日我哋都問翻下自己啦，咁我哋相唔相信神係真真正正知道我哋每一個人真正嘅需要，並且佢會供應，佢有能力去完全做得到，令到我哋一無所缺。我哋咪真係有嗰份信心去相信？定還是都驚啊？哇！我咁大嘅問題難度嗰種嘅困苦，
神有冇能力幫我㗎？先知咧好特別啦，究竟個信息喺邊度咧？個信息係咪淨係話俾我哋知神有呢個能力咧？睇翻個預言咧，先知個信息唔係想講神有呢一個大嘅能力。先知好有信心啊！佢冇懷疑過神有呢個能力，佢好準確就講到係會俾人圍㗎啦，而且係會像，但係佢圍你嘅敵人，佢哋會像嗰啲飛糠去飛散，而且係夜間發緊夢咁已經會成就。先知好有信心呢一切必然係會出現，反而個信息係佢想去表達嘅係一種喺神眼中睇見呢個情況嘅時候，有一種我形容係屬靈嘅荒謬啊！嗰種係屬靈嘅荒謬。我哋一齊去讀以賽亞書29章13節啦。主說，因為這百姓親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敬畏我，不過是領受人的吩咐。好清楚啊！佢講到呢班人咧喺困苦裏邊總之去尋求。其實咧成個景象好美麗啊嚇！如果你睇淨係睇以賽亞書36章成就嗰一 part，人去尋求神咧，就按著佢應許立即去回應，人應該即刻復興，成件事應該好美麗啊！但係當喺嗰個困苦嘅境況裏邊咧，先知要表達嘅信息係佢哋去尋求嗰啲各樣嘢，其實佢哋係親近，係嘴唇去尊敬，唔係佢哋嘅心，佢哋心冇親近呢一個嘅神。到以賽亞書30章嘅時候咧，神更加係斥責佢哋咧去尋求埃及嘅幫助，要靠法老嘅力量去解決佢哋而家嘅問題。佢哋嘅心究竟係一個點樣嘅心呢？呢班百姓咧好渴望喺困苦裏邊去尋求改變，而先知亦都講咗神嘅應許必然會成就呢一個嘅改變，佢哋會被拯救。而即話佢哋可能係睇到已經有一啲嘅改變，問題佢哋嘅心仍然遠離神。我哋或許呢種屬靈荒謬咧，應該只能夠歸納到一個嘅結論，就係佢哋好想要嘅係嗰種外在環境嘅轉變。真係有嗰種變化就好啦。而實際上佢哋唔係想要有神。或者最簡單講啦，帶嚟呢個轉變嘅係咪神呢？冇關係啊！即係正所謂唔理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係好貓，係嘛？即係同我哋一樣都係咁實際㗎啦。帶嚟呢個轉變嘅係咪呢個神係冇關係啊？如果求到你咁啱令我有呢個轉變，咁咪好啦。佢哋想要嘅係一個外在嘅轉變。我又諗呢，無論信徒啦，無論一般人啦。其實我哋咧總係都想我哋嘅人生係充滿喜劇嘅情節，係嘛？喜劇嘅情節如果多啲喺我哋嘅人生出現就好啦。每個人咧都好害怕人生咧有悲劇嘅情節嚟到去出現。有陣時咧，信徒同一輩人一樣，縱使我哋經歷一啲好多嘅神嘅恩典，有時候都數算到過去啲恩典，但係咧當有一啲嘅新嘅困苦一出現嘅時候，難免咧，心裏邊仍然有好多嘅怨言啦、苦毒啦，仍然咧好渴求、好想要更多、更實質睇得到嘅保障啦。呢個時候，如果係保險經紀嘅 sales 又可以出嚟 sell 保險啦，啱啦，正正咧係啦，買咗就有一個好嘅保障。係啊，其實人喺困苦裏邊有一種嘅屬靈嘅小心咧，就係我哋好想要我哋想要嘅拯救。我哋太想要一切都係所有發生嘅事情都係喜劇嘅情節。我哋太想逃避遠離所有我哋唔想出現悲劇嘅情節。但係我哋咧冇睇到一個好重要聖經俾我哋睇到，如果喺中末裏幫我哋睇到嘅一啲嘅事實。或者咁講啦，一套嘅電影究竟一套嘅電影係喜劇定係悲劇？你係點樣去斷定嘅呢？一套嘅電影係喜劇定係悲劇？唔係淨係睇某個片段，唔係淨係睇某個片段。如果佢係一套悲劇，即係譬如我哋以前我啦，
冇講大家咁，年代唔同。我以前睇韓劇嘅時候呢，無論呢啲男女主角幾咁地恩愛，幾咁地攬又錫，好開心呢，你總係期待，咦幾時生 cancer 呢個女主角？個男主角又幾時撞車呢？咁樣一定噶嘛，因為嗰啲劇係咁拍噶嘛，係嘛？即係你呢個因為你知道成個戲佢係想帶出呢啲嘢㗎啦。無論你之前係幾 enjoy 幾開心都好，啊佢一定好快生 cancer， 越開心咧越快生 cancer。倒翻轉頭呢，周星馳拍《少林足球》咁樣呢，一樣都有惡人當道㗎。你有冇見到啊？一套嘅喜劇唔等於佢冇悲劇嘅情節嘅，冇就唔好睇啊！我勸你唔好去睇啊！即係有陣時啲家有喜事嗰啲呢，真係成套戲都冇唔開心喎。其實好膚淺啊！嗰套戲你唔好想睇。哇！周星馳嗰啲呢，可能係佢都有惡人當道㗎，都有呢咁樣嘅球證啦、旁證啦、咩足協啊，所有單位都係惡嘅人，都要有佢掌權得勢嘅一個嘅時候。但係個 point，因為你入場嘅時候，你知道係周星馳拍嗰套叫《少林足球》，個個都話嗰套叫喜劇。咁所以縱使有一個咁樣嘅人出場嘅時候呢，其實你有一種信念㗎，你個信念係你最後會笑啊。咁當然可能你嗰個信念強到呢，無論有個人咁樣去講嘅時候，你嗰一刻已經笑緊啦。咁因為你嘅信念真係好強，你覺得周星馳要令到你笑，所以句句你都想笑。但係的而且確，即係阿謝賢呢嚟到得勢嘅時候呢，一個慘絕人寰嘅時候嚟。但係你知道你最後會笑，你就會期待無論係幾咁慘絕人寰嘅事情去出現，你只會期盼個結局會點樣去反轉，你只會期待究竟佢仲有啲乜嘢導演喺後邊收埋未拎出嚟，一拎出嚟件事就扭轉。你會期待嗰個 moment， 因為你知道嗰套終歸係一套喜劇，你就期待總係有嗰個片段最後扭轉，仍然有啲關鍵收埋咗，一拎出嚟成件事就扭轉。以賽亞書嘅呢一個嘅部分呢，我覺得有少少似咁樣嘅效果啦。29章下半部同上半部嘅分別呢就好明顯啦，因為上半部嗰種嘅預言呢，其實預言緊亞述啦。咁嗰件事本身如果成就呢，就已經喺希西家王仲健康嘅時候啦，因為你知希西家王之後會唔健康啦。佢喺仲健康嘅時候就已經成就咗所謂一個短期內已經成就嘅拯救嘅預言啦。29章下半部呢，就係轉向我哋稱之為可能一個彌賽亞色彩末世終末嘅預言啦。我覺得拼埋呢，彷彿喺度話俾我哋聽到啊，好特別啊咁樣嘅信息，同上面一去比較，你同我眼裏邊睇到嘅神係咪嗰個淨係可以醫到我哋嘅病，保到我哋平安，令到我哋生活順利嘅神呢？以賽話嗰啲佢必信會成就啊，神會按佢嘅心意去供應。但係佢同我哋講係遠遠唔止係咁樣，佢係嗰個扭轉一切、扭轉人心、審判一切嘅神。以賽亞書29章18到21節呢，有6種人嘅扭轉，大致可以分做兩組。一組呢好簡單啫，就係受壓者被反轉啦，惡人呢被對付咧就另一組啦，相當之簡單。受壓者呢就包括咗聾子、瞎子、謙卑人。謙卑人呢，咁都睇翻譯啦，佢原本嘅意思都可以係譯做咧忍耐咧受苦啦，或者係長期忍氣吞聲、忍耐受苦嘅一種人。點解叫謙卑呢？因為呢種人呢，喺忍耐受苦嘅過程裏邊冇去即係歇斯底里、強硬或者係囂張高傲咁樣去反抗。佢但係佢喺苦嘅階段呢，仍然去經歷。咁所以呢，係譯到忍耐受苦的係較為準確嘅。而之後呢，就係有貧窮人啦，人間貧窮的講得好清楚啦，即係話佢同屬靈貧窮的有分別啦。呢個真係指人間貧窮的。而之後呢，惡人呢就有強暴人、褻慢人，好簡單啦，欺壓義人嘅人被剪除、被審判。或者以賽亞書呢係睇到當時好多不義嘅事情嚟到去發生啦，城門口不枉正義嘅審判，無辜嘅人呢甚至有坐監，有生命危險，好多不義嘅事情，我哋從來都係常常都會見過，
經歷過，即係話喺啱過去嘅香港大埔嘅火災啦，160個人命嘅損失，仲有好多人係失蹤。話佢真正具體嘅數字呢，真係 God knows 嚇，神先知道啦，我哋都好難去知道，係嘛？天價嘅工程，剪低嘅棚網，剪啲棚網落嚟去驗嘅，隻手呢容易啲掂到嗰啲呢，全部都合格嘅；隻手掂唔到呢，遠啲嗰啲呢，全部都唔合格嘅。啊，都鬼馬㗎喎，裝棚嗰啲人係嘛？預咗俾你驗，但係呢，驗一啲係合格，嗰啲唔合格。而之後呢，消防系統又壞咗啦。咁天價嘅工程究竟係可以幫到啲咩部分呢？處處都有一種人嘅惡念惡意，賺取財利嘅諗法喺後邊。甚至呢啲惡去出現嘅時候，特別係惡係好恐怖，因為惡嘅出現嘅時候呢，甚至會使到人去懷疑神係咪喺度看顧緊，甚至呢，可能信心冇咁強嘅人咧會動搖啊。因為惡係真係可以張狂到以致160個人命至少嚟到去喪生，真係會令到人去動搖，甚至某啲本身已經懷疑緊信仰嘅人更加會懷疑啦。究竟係咪有神喺度看顧？惡係會使到人屬靈嘅眼睛眼瞎耳聾啊！我相信都係可以經驗到。當以賽亞憑着信心睇到亞述嘅預言已經成就，又憑着信心去宣告彌賽亞嘅預言嘅時候，佢睇到啲乜嘢呢？佢在生嘅時候肯定或許睇到亞述啦嗰啲事件啦，係咪？佢睇唔到彌賽亞啦，好明顯。喺以賽亞嘅時代未睇見，再之後呢，再亡國，再之後呢，再被擄，再回歸，再之後呢，新舊約裏邊呢，我哋話有400年嘅時間係神冇佢嘅説話臨到子民嘅時間，或者可以叫做黑暗嘅歲月。再過去咗之後，然之後呢，剛才喺詩歌嘅時候讀過呢個經文係相當之重要。過咗咁多百年，直至到耶穌基督再出嚟，拎起以賽亞書去讀一個嘅篇章，佢就讀呢一個嘅片段，引用自以賽亞書61章1到2節嘅呢個係路加福音4章18到19節，我哋再讀一次啊！預備起。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欺壓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呢一切嘅成就，要由耶穌基督降生開始睇到神嘅心意點樣去成就。即係耶穌基督好多嘅醫治係咪？無論醫治瞎子、瘸腿，我哋睇到嗰啲都係預表，唔係淨係醫治身體，嗰啲係預表，因為預表唔止身體、心靈、身心靈，所有瞎眼嘅人，所有因着惡唔能夠睇得好清楚、認識到神嘅人，都因着耶穌基督可以真真正正睇得到呢個世界係有神、有公義、有神嘅計劃。咁所以無論身體屬靈嘅瞎子、聾子，亦都好直接係受壓迫嘅人、人間嘅貧窮人，佢哋嘅生命要被扭轉。耶穌基督就係咁樣降生啦，所以佢要喺最卑微嘅人身上降生啦。因為從以賽亞書開始，直至到佢自己點樣睇自己嘅使命，都係重視喺所有受壓迫嘅人、所有人間貧窮嘅人要被扭轉，而且唔係淨係屬靈貧窮啊，真真正正卑微弱小嘅人。或者你會話咧，罪仍然係存在喎，因為我哋至少真係睇到大部分火災背後係有人嘅惡噶嘛。係咪？過咗耶穌基督嘅2000年之後，但係藉著耶穌基督，我哋應該睇到，因為佢嘅拯救，嗰種嘅罪唔能夠再使到人喺當中去絕望，以為冇咗神一般，反而能夠期待神嘅恩典會出現。本來呢，一定係一個悲劇，點睇都係悲劇嘅情節。但係唔好忘記，喜劇都有悲劇嘅情節。個問題係有冇一種信心睇到喜劇嘅結局？你就睇到耶穌呢個基督呢個導演，你就期待你嘅生命經歷悲劇嘅情節嘅時候，你期待嘅係佢
佢會反轉，因為呢個係佢嘅應許。或許呢，我哋嘅信心應該係咁樣，以致我哋唔需要再懼怕有悲劇嘅情節喺我哋身上嚟到去出現。讓我哋信徒可以確信，你嘅人生係一套悲劇定係喜劇呢？悲劇情節出現嘅時候，你自己心裏邊周圍嘅人可憐你嘅目光，各樣嘅嘢可能係會游說你，係啊，係悲劇啊！神其實唔係眷顧你，信心喺耶穌嗰度，你睇到佢先至係嗰個導演，你睇到人生信徒嘅生命總係喜劇，你就期待嗰種嘅反轉。翻到以賽亞書嘅29章，先知一直講咧，呢個係耶和華，我形容咧係彈指之間必會成就嘅事情。先知無意話俾我哋聽咧，哇！神做到呢啲嘢，佢好勁啊！所以你要高高佢啦。預言係佢憑着信確信會成就嘅預言，佢亦都相信耶和華應許嘅事喺佢彈指之間，呢個唔係難成嘅事啊！我哋梗係難成啦，諗唔到啦。但喺耶和華嘅能力裏邊，呢個唔係難成嘅事，係佢必會成就，唔需要人嚟到去操心究竟成就定唔成就，你唔需要擔心。反而拯救嘅核心係人心要歸向神，人嘅心要歸向神，呢個先至係真真正正拯救嘅核心。係我哋嘅心唔係淨係睇到環境嘅變化，悲劇就傷心，喜劇就開心。你一路都睇緊係喜劇，一路都睇緊神嘅應許，神嘅子民就再一次俾神去堅定。我哋就讀一次以賽亞書29章23到24節，預備起。他們必尊我的名為聖，必尊雅各的聖者為聖，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發怨言的必受訓誨。所以真正嘅福音係咩呢？咁當講見證，好多時候就係講自己嘅生命有好大嘅扭轉啦。而嗰個扭轉講嘅方法好多時都係病得醫治或者外在環境嘅轉變啦。冇錯嘅，神會將我哋需用嘅提供俾我哋，先知冇懷疑過，佢覺得係 must 添，佢覺得神好容易係有能力做得到添。但係佢都指出，真正嘅拯救者嗰種嘅福音係人唔開始識得去敬畏呢一個嘅神，明白佢嘅心意喺你身上總係好，佢要帶領你總係喜劇嘅結局。你唔係需要擔心佢呢一刻仲會唔會俾悲劇情節你。你睇到呢一切嘅出現，越大嘅悲劇就有越大嘅反轉。你會建立到咁樣嘅信心，你會明白係咯。既然係咁樣，我哋好好活出我哋每一刻，都去接受神嘅教導，活出基督嘅樣式。一切情節嘅發生，總有佢嘅保守。喺呢一種嘅改變呢，心裏邊嗰種嘅迷惘、埋怨，先至會拎走啊！心裏面迷糊嘅、迷惘、迷糊，唔知道點嘅、冇方向嘅，一定會明白得到，知道個出路。發怨言嘅，心裏邊好多嘢必受訓誨，係我哋嘅心會被改變。呢個係拯救嘅福音最重要嗰部分。相信呢係我哋就係跟隨耶穌嗰個嘅喜劇演員。你唔好以為呢一套好嘅喜劇咧裏邊唔喊喎。好細個睇周星馳，成日都講周星馳，都係好，因為後生仔唔睇㗎啦。睇呢即係係啦，睇唔知咩《西遊記》啊定咩呢，有好多橋段都喊㗎，可以啊，好神奇嘅喎。喜劇都可以喊㗎喎。但係你知道呢，無論睇嗰個又好，演員又好。哇！喊到嗰個位，究竟我咪拍緊喜劇㗎？點解喊到咁樣嘅時候，你都相信個導演啦？佢真係拍緊喜劇㗎，即係但係嗰一刻你拍嗰場喊戲啊嘛，你誒梗係覺得拍緊悲劇啦。但係嗰個剪咗出嚟就係喜劇㗎啦。總之你唔好理啦，你喊咗先啦。係啊，就係咁樣啊。我哋就係跟隨神嘅帶領，係有時係需要去喊嘅。但係你重新聽呢一個嘅導演嘅吩咐，認真活翻出嗰個角色，嗰個結局係喜劇，你認定佢呢？我哋嘅心就會一直俾神嚟到去改變。俾大家一個好特別嘅福音5問啦。有上幾個禮拜咧聽
董家華牧師去講道嘅時候呢，嚟到佢去帶出嚟嘅。佢話呢，喺福音5問呢，喺佢好多經歷人生處境嘅時候呢，問自己反思嘅一啲嘅問題，都幫助佢睇到生命裏邊點樣去經歷福音。就係呢，發生咗乜嘢事，我有啲乜嘢嘅情緒，我活喺邊一個故事入邊，悲劇定喜劇係乜嘢故事呢？我哋活喺福音點樣挑戰緊我嘅故事，我應該點樣活喺福音嘅故事裏邊？好簡單啦，如果係將佢擺翻喺亞述呢個嘅經歷裏邊呢，好容易明白嘅啫。發生咩事啊？兵臨城下啦，咩情緒啊？唔使講啦，驚啦、悲憤啦、無望啦、埋怨啦，係嘛？神嘅子民竟然都係咁啦。我活喺邊個故事入邊呢？就嗰個故事係同我哋講緊神嘅子民係會俾惡人欺凌啊，係會敬虔冇用啊。最大嘅極端可能係嘛？守足啲乜嘢規矩有咩用啊？最後啲乜又係咁大班人打到埋你。咁我隔離嗰個邊個啊陳仔咧，佢又乜嘢都唔守，最後咪又係咁多人攻埋你。咁我敬虔有咩用啊？敬虔無用。福音點挑戰呢？先知嘅預言啦，神轉眼間就滅咗185000嘅軍隊，應該點樣活翻喺呢個福音嘅故事入邊呢？先書教導就係親近神啦，改變你自己嘅行為，或可以只係下一次災難再臨嘅時候，你相信神會供應，唔好陷翻喺自己嘅悲劇入邊。不過當然啦，現實我哋知道，再後啲面對巴比倫嘅時候，猶太人呢，由大人呢，仍然係尋求哀求嘅幫助。佢哋冇吸取到呢個教訓。又用我嚟做一個例子啦。喺讀神學嘅之前呢，咁我又去工作啦，去做嘢啦，有啲唔同嘅工作啦。有一次我記得我經歷呢，係因為一啲嘅誤會啦，我形容啦，誤會嘅事情啦，係被要求咧要同上司啦，同埋一干人等咧，去有一啲嘅對質嘅，需要約定個日期、時間、地點。總之咧，有某一件事發生咗，要喺咧一干人等，包括上司、包括某啲同事、包括某啲重要嘅人咧，嚟到去一個 meeting 去對質清楚嗰件嘅事情。嗰時好年輕啊，面對呢個事情咧，個心咧係諗好多好多嘅嘢。好多嘅喺我裏邊諗起發生咩事，就係咁樣嘅事情啊！我有咩情緒呢？就係我好覺得咧係好委屈啦，好覺得係我自己嘅努力得唔到信任啦。竟然你呢啲嘢要我對質，你咁都唔信我去一個咁樣嘅位，好咁樣嘅感受喺心裏邊，甚至咧好勾起咧係。即係我內心其實長年咧係有一種好深嘅孤獨感嘅，因為我細個咧係即係一個人獨仔咁樣去長大啦。咁我係即係一路成長咧好多孤獨感。咁喺嗰件事裏邊咧，仲 trigger 到我去諗啦，哇！即係個好深嘅好孤獨嘅感覺，因為咧係好似其實好多人都可以幫我出聲啊，使乜要咁樣去為自己去辯護咧？其實應該周圍嘅人都睇得到一啲嘅事情啊。我覺得哇，點解周圍嘅人都冇乜人出聲呢？我覺得自己繼續做都冇一個嘅意義喺裏邊，嗰種我嘅感受。活喺乜嘢嘅故事裏邊呢？嗰刻諗下活起嘅故事，咁當然咧呢啲係過後再反思嘅先諗到啦。我覺得我嗰一刻咧係冇人係我係可以相信，我活咗嗰個故事，呢個世界同我講話，心裏邊同我講話冇人，我係可以相信。甚至乎咧，我有一種嘅感覺咧，係聖經所講嘅一套咧，喺我活嘅職場咧係冇用嘅，即係唔係忠誠用心，你做好你嘅事情，神就保守㗎啦咩？點解會面對咁樣嘅事情呢？冇用啊！我心裏邊好似有一個故事同我講緊，聖經嗰一套喺真真正正嘅人生同職場裏邊係冇用啊！神嘅愛係冇用啊！福音係點樣挑戰我嘅故事呢？我記得咧係嗰個片段裏邊咧，都係好多嘅祈禱啦。究竟我應該講啲乜嘢啦，或者點講啦？曾經諗過，其實我應該用好多嘅方法啊，更好咁樣去表達啊，包裝一下，或者係講一啲能夠攻擊到想我對質嘅人嘅説法啦。即係自保啊嘛。咁你多少少可能諗下啲嘢，有冇啲嘢可以入到佢一啲位？我諗咗好多呢啲嘢。祈咗都好耐，心裏面嘅聲音，最後咧係有一個神嘅聲音同我講咧：神係公義嘅神，你信㗎？
都係耶穌基督登山寶訓講嘅，人只需要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再多說就係出於嗰個惡者。嗰種福音嘅聲音呢，係跟隨神嘅必定去經歷得到愛嘅，有呢個應許嘅，唔係冇呢個應許，係有呢個應許。其餘嘅神會保守。咁所以呢，我採取啲咩談判策略啊，各樣嘅嘢呢，喺我面前有兩個選擇，究竟係呢一套定係嗰一套？係我自己諗係要自保，然之後呢稍稍去攻擊下人，但係有好多去自保、好多策略嘅嗰一套，定係還是呢簡單去講出我知嘅事實嘅一套？但可能講呢度出嚟呢，好多位俾人入啦。祈咗好耐禱，我再行入去對質都要㗎，約咗一期時間地點，點都要出現㗎嘛。如果唔係就不如擺封自己信算啦，係咪？講出個事實，一切冇我想象咁困難咁樣去發生。通常都係咁樣㗎。你一諗起哇，好困難呢個事情，最後係好容易，好冇困難。神一開始好耐以前，我唔知佢幾時安排咗一個好關鍵嘅人，睇得出係誤會。佢喺嗰一刻話呢一個係點樣嘅誤會，係佢睇得到一個好關鍵嘅人出咗嚟，為我去澄清。唔係好熟佢之前都冇同我講，一個對質好簡單，好簡單就完成咗。福音五問呢，係好多嘅事情，你去經歷嘅時候，你都嘗試去咁樣問下自己，整理下自己。有陣時我哋困喺一啲唔合神心意嘅思緒入邊，係福音係可以改變我哋、扭轉我哋。又睇到呢，佢知道我哋嘅需要，但係佢要得罪我哋嘅心。係我哋嘅心要去扭轉。我相信讓我哋心裏面作難嘅一切呢，神要扭轉係冇困難，但係佢要改變嘅係我哋嘅心。我非常之盼望喺聖誕節嘅時候，除咗確信我哋外在嘅需要必有神保守之外呢，我哋都去反思我哋嘅心係咪一路俾福音去扭轉、去改變。福音五問呢，或許都可以幫助你整理下人生某啲嘅片段，你都去同人分享福音喺你身上嘅大能。所以祝福大家咧，聖誕節呢，除咗慶祝，你無忘呢係數算下福音，同人分享。我哋一齊祈禱啊！天父上帝，我哋嚟到你嘅跟前，你用福音澆灌我哋，就讓到我哋嘅心由石心變翻做肉心，俾你去改變每一件生命大小嘅事情，數算你嘅恩典。感謝你，垂聽我祈禱，祈禱一代奉耶穌嘅聖名祈求，阿門。